互阮用专一敬虔的心来服侍你，会让主神听你的话，照你的话语去行，互阮会当通过今仔日的礼拜得到快乐。主啊，阮恳求你保守看顾今早起要服侍正当工，无论是献诗，无论是抒琴，也是诗会传讲信息，主你拢甲阮三甲地地，保守看顾阮的一切，坚固阮手所做的工，透过服侍的人的帮赞，将所有的兄弟姊妹的敬虔、甲诚实表露出来，互你的名得到荣光，也互阮领受福气。亲爱的主，阮感谢你，互阮会当来到奉你的名所设立的双年教会，也伫顶个月，阮有竞选你所呼召的中级同工，将要伫明年度组成新的团队。恳求主，你甲所有受选而且同工三甲地地，互阮的心思意念拢是合你的心意，互阮所推动的逐项事工，拢会当满足你的心意，也互万民得到福气。阮也恳求你坚固双年教会所有的兄弟姊妹，阮凭信心来领受福气。亲爱的主，阮也特别要为着阮的国家台湾来祈祷，求主亲自赐福看顾，特别恳求主你兴起台湾的正教会，互阮会当同心合意来兴旺福音，互搁较侪阮心所爱的同胞会当领受你所授予的恩典。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
因为万米拢出伫伊，借着伊归伫伊，愿荣耀归伫上帝，直到永远。阿门。即时，咱要做伙来吟圣诗，圣诗58首，天下万国众人着听。圣诗58首，天下万国众人着听，请起立吟全首。请坐。这时，请咱做伙压头来祈祷。亲爱的阿爸爸，愿今日来到你的圣殿来朝见你，求你赏赐阮一个清洁的心，甲悔改的灵，来领受你要对阮所讲的话。感谢你为阮定十字架死，互阮会当得到救赎甲永生的性命。你就是道路、真理、活命，嘛求你启示阮认捌这条道路，是军队你的道路，到死拢无偏煞。伫遮，我们为阮的国家台湾来向你祈求。保守台湾的安全，互阮的心有平安，无惊吓。无论是面对中国的武力的攻击，还是疫情，赐阮勇气来面对阮应该面对的。
我们来为这个世界侪侪宣教师受压迫，甚至失去性命来祈祷，求你纪念因所受的苦楚，甲疼你的心。我们来为世界的教会来祈祷，愿你的福音被开展，愿你的肢体被坚固。我们来特别为属地的教会、上人教会来祈祷。感谢你亲自竞选你的罗卜来担任新任的中职，求你赏赐阮有同款的心志，领受同款的义象，甲牧师团、甲兄弟姊妹同心同行，建立你所欢喜的教会。嘛，恳求你来看顾伊伫身体受病痛、心灵无平安的兄弟姊妹，赏赐玛纳互生活欠缺nghèo饿的人，互阮伫你的内面领受丰盛的性命，因为你是阮的主。你无互阮单独面对阮无法度通去承受的，你伫阮的生命中凡事掌权。阮安尼祈祷无够野，只是阮要做伙用你教示阮的主祷文，做伙齐声祈祷讲。即时咱要做伙来启用，请掀开启用文16篇，也是诗篇67篇。我来启，请各位兄姐来用。愿上帝怜悯阮，赐福阮，通互世界知你的道路。上帝啊，愿列邦学努你。愿万国快乐，因为你要照公道审判列邦。上帝啊，愿列邦学努你。地已经出土产，上帝要赐福阮。即时，要来请妇女合唱团来学乐《天父的双手》。你背上
感谢妇女合唱团所唱俄罗的诗歌，嘛将这芳芳的祭献伫主的面前，互主得到欢喜。这时，咱要做伙来读上帝的话，请做伙掀开圣经。圣经约翰福音13章36节到14章第6节。西门彼得问耶稣：“主啊，你要去倒位？”耶稣讲：“我所要去的所在，你即马袂对我去，但是以后你会对我去。”彼得讲：“主啊，是安怎我即马袂当对你去咧？我愿意为你付出性命。”耶稣讲：“你愿意为我付出性命吗？我心中甲你讲，假提进前，你要3摆无认我。”耶稣阁对因讲：“恁心内毋通忧愁，爱信上帝，嘛爱信我。伫我爸兜有真济大的所在，我去是为恁备办所在。若毋是安尼，我就无讲即个话。我去为恁备办所在以后，我会阁转来接恁到我要去遐，为着要互恁对我到同一个所在。我要去的所在，迄条路恁是知的。”多马对伊讲：“主啊，我毋知影你要去叨落，哪会知影迄条路咧？”耶稣讲：“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毋是藉着我，无有人会当到爸遐。”这时，咱要做伙来吟圣诗。是嘞。这时咱要请牧师来传讲信息。今仔要传讲的信息是《圣经人物系列72多马第2篇路。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今日要继续来看使徒多马，伊甲耶稣基督的一段对话，透过安尼来学习真重要的圣经的真理。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会当透过你的话来调整、更新、改变阮的观念，也透过你的话来激励阮，互阮有信心，照你的话去行，的确会当领受极大的福分。主，阮恳求你这个时刻，开阮的心智，互圣神伫阮的心中运行，互阮有够野的聪明智慧，会当晓悟你的话，照你的话去行，来得到福气。愿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今日牧师要甲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做路。差不多咱每一人每一天拢爱伫路面上穿梭，咱会对路的这一边行到另外一边。你伫这路咧穿梭的过程中间，的人上惊两件代志。第一件代志就是讲，毋知要去倒位，到底咱的目标伫倒位，咱的目的地伫倒位，根本毋知影，都无目睭。第二项代志就是讲，咱明明知影目标伫倒位，目的地伫倒位，但是却毋知影要安怎去。牧师来台北已经五年外，但是我实在是真少出外，拢伫教会附近。所以我差不多拢是对牧师馆行到教会，佮对教会行转去，逐工的生活拢安尼。所以对台北其实是拢真无熟。如果突然间接受一个邀请，要去倒一个所在，比如讲要去倒一间教会拜访，若要去遐我就爱事先做功课。我可能爱问对台北较熟的这些干事讲，我要安怎去较方便？到底要安怎去？
当然即马比较方便，就是咱拢有迄个手机啊，拢有迄个 Google 吼，会当带你行吼。但是有迄个地图，还是讲有迄个导航，嘛无一定找得着路。前几工阮有南部来的亲戚，大家就小少要去食饭。约伫一个餐厅，迄餐厅我过去毋捌去过吼。伫迄仁爱路顶面。我着甲我的小妹，我小妹对遐若无熟，着开车载我吼。去到遐吼，较知影仁爱路是单行道吼。迄迄个双号的是伫倒边，吼，单号的是伫正边。你若要去双号的，爱切入去倒边吼。叫阮伫遐找真久，找袂着吼。原来伊就是伫迄仁爱路迄个圆圈仔迄圆圈仔中的一个所在吼。所以有迄门牌号码吼，嘛无一定找得着吼。所以这我去想着讲吼，咱的人生其实嘛是同款。咱伫人生的道路顶面，要往倒一个方向去行，咱的目标到底伫倒位？若知影咱的目标要伫倒位，要安怎去遐？到时若找无路，若迷路，安尼要安怎？自从咱一个人出世了，每一个人拢有一条属于咱的人生道路。每一个人的道路虽然无共款，但总是咱最后拢会行到一个终点站。这个终点站是伫倒落？要安怎行去遐？咱的信仰关系这件代志是安怎讲的？这是牧师今仔日要甲大家做伙来思考的一个真重要的问题。今仔日的经文记载，耶稣要被定十字架进前，甲门徒的一段对话。咱若对13章的33节，咱来看，咱就知影，迄个时阵耶稣已经咧提醒，也是暗示伊的门徒，伊将要离开因。伊对因讲：“细囝，我甲恁做伙的时间已经无济啊！恁将要超找我，但是现在我要来恁讲，拄啊亲像我捌甲犹太人的领袖讲过，我所要去的所在，恁袂当去。这个时阵，西门彼得吼，伊就有足大的疑问啊！像耶稣要去的所在，伊袂当去，伊就马上讲：主啊，你要去倒位？耶稣基督就来回答，讲较清楚讲。我所要去的所在，你现在袂当对我去，但是后来你会对我去。因为耶稣这个时阵是要去行十字架的道路，即马彼得也袂当做伊去，因为彼得无清楚吼，所以彼得对主耶稣讲，伊讲为什么现在我袂当对你去？我愿意为你放下性命。彼得伊无真清楚，十字架的道路是必须要主耶稣家己来完成的。所以耶稣就对伊讲：你甘愿为着我放弃性命，但是我实来你讲，假提进前，你要3遍无认我。意思是讲，彼得你还未准备好，将来有一天，你会行甲我相共十字架的道路，但是即马时间还未到。耶稣这种的回答，马上伫门徒中间引起极大的不安，所以耶稣基督继续解说，而且安慰伊的门徒。伊对因讲：你心内毋通烦恼，爱信上帝，也爱信我。伫我爸的厝有真侪大的所在，我即摆去是先为恁准备所在。若毋是安尼，我就袂讲这个话。我去为恁准备所在了后，我会搁再转来接恁到我遐去，为着要互恁甲我共伫一个所在。我要去的所在，迄条路恁是知。耶稣讲：我要去的所在，迄条路恁是知。这个时阵吼，咱顶回有讲过，上界有怀疑的多马。其实多马的怀疑就是讲，伊若无明白的代志吼，伊一定爱问甲彻底。一定要追问甲伊清楚为止。所以多马这个时阵，伊就问耶稣讲：主啊，我毋知影你要去倒位，阮
怎样知影迄条路呢？其实咱来感谢德玛啦，好佳在德玛有问一句话，咱才会当真实了解耶稣基督为咱准备的这条路。所以耶稣就来回答讲：我就是道路、真理、活命。若毋是借着我，无人会当到爸遐去。所以耶稣讲：我就是要去上帝遐啦。这条路恁是爱知影的。所以对这段经文中间，咱其实明白，多马甲咱同款，甲咱每一个人拢同款。咱一直咧找一条人生的道路。其实多马也是讲这问道，因军队耶稣就是要找着人生的意义嘛。所以多马一定要用好清楚，到底耶稣是要去倒位？到底咱将来要对耶稣去倒位？咱要安怎找着耶稣要行这条道路？所以通过多马这个真重要这个问题，也通过耶稣基督的回答，但咱讲这条路，关系这条路的三个真重要的信息，这是对咱的信仰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咱一定要将伊记伫咱的心肝。第一项，耶稣讲，伊要行这条道路是通往上帝唯一的路。耶稣讲，我就是道路。若毋是借着我，无人会当到爸遐去。耶稣讲，若毋是借着伊，无人会当到上帝遐去。伊是唯一通往上帝遐的道路。为什么耶稣讲是唯一通往上帝遐的路？唯一一条路？因为伫即世间，除了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为着咱的罪所完成的救赎这条路。其他无任何的路会当到上帝遐，所以耶稣甲咱表明讲，只有借着信耶稣，因为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的牺牲，洗清咱的罪，咱才会当去到上帝遐。其实耶稣之前就讲过啊，讲人生的道路其实只有两条啦。耶稣讲安尼，伊讲恁来入下门。因为迄个通往灭亡的门是快的，路是好行的。即个方向行的人真多，但是迄个通往活命的门是偌尔矮，路是真歹行，找到的人也真少。所以耶稣是咧对咱讲，迄个真快的门、真大的路，这是世界的道路。这条路大家拢坐要去，但是伊却是通往灭亡的路。另外一条通往永远活的路是真矮、真细，真少人找有，但是伊是上帝的道路，是救恩的道路，伊是通往永远活的。安尼咱要找到这条路呢？咱来感谢耶稣啦，因为耶稣已经为咱开这条路。亲像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讲的，伊讲兄弟姊妹啊，咱借着耶稣基督的死，会当坦然无惊吓来到至圣所。伊为着咱开一条新的路，一条通过摩仔，这摩仔就是本来甲人甲上帝隔离的所在，就是通过伊身体的活路。所以耶稣基督已经替咱开一条活路啊！咱只要相信耶稣基督，就当行伫这个真少人找到的细条路。这世界顶面有真侪人，虽然认为家己有宗教的信仰，但是对伫未来要去倒位，其实伊无清楚。换一句话，就是袂当确定讲伊所行的道路，最后是要通往倒落去。但是咱来明白，耶稣是上帝所差遣来，伊死搁活了，回去上帝遐，所以耶稣伊对这条路伊非常清楚。伊也应允讲，伊的确回来，接咱通过这条路去到上帝遐。所以咱来明白，这条路是什么？是通往上帝唯一的道路。这是关系这条路的第一个信息。第二个信息是安怎？耶稣继续讲，伊讲我是真理，我是真理，真理也是一条救赎的道路。
圣经中间的真理，也就是耶稣所带来的真理，是属于信仰的真理，也就是生命的真理。耶稣讲：“我就是道路、真理、活命。”咱必须要注意耶稣所讲的话哦，伊毋是讲我讲的是真理，我传讲的是真理，我教导的是真理，伊毋是安尼讲，伊是讲我是真理，伊真明确安尼讲。真侪无共款宗教的领袖，因的讲法，伊嘛咧讲真理的代志，但是伊的讲法甲耶稣无共款。比如讲，咱讲回教的穆罕默德讲，伊讲我是真理的先知，我教导真理。伊讲伊是真理的老师，教导大家明白伊所明白的真理。啊，不教的教主释迦牟尼啊，伊安尼讲，我咧追求真理。啊，到伊伫要结束生命的时阵，伊讲一句真出名的话，讲我犹原要超找真理。啊，孔子讲朝闻道，夕死可也，意思讲早起时若听到真理，暗时死也甘愿。咱看到这宗教领袖，因拢真重视真理，因嘛咧追求真理，但是只有耶稣宣告讲，我就是真理。所以耶稣咧讲，我就是真理，毋是凊彩讲讲的，伊咧表达一件代志，就是伊本身将有关信仰、有关生命的真理，互咱看见。伊毋是咧讲真理尔，伊是互咱看见真理。所以约翰福音书的作者讲，道成做人，带伫咱中间，充满稳定甲真理。所以咱看到耶稣，咱就知影啥话是生命真理。讲上帝借着摩西颁布法律，但是稳定甲真理是借着耶稣基督来。所以咱看见着耶稣，伊所行所做，表明生命真理唯一的活路，就是对伊来。咱知一般咧讲，啥话是真理？真理就是真实确实的道理。每一个领域拢有真理。啊，真理有三种特性。这部书过去捌讲过，我搁来恁复习一遍。真理就是第一项，真理是袂改变的。真理袂因为时间、空间的改变来改变。第二，真理是普遍性的。真理毋是讲伊若适合某一个中所，还是某一群人、某一个族群，啊，伊无属于另外一个族群，毋是安尼。真理是伫世间吼，人讲放诸四海皆准，就是讲所有的人有普遍性，拢相共。啊，真理的第三个特性就是真理有绝对性，就是讲真理是阿爸是绝对的。啊，耶稣所带的真理，就是有这三种特色。第一，伊无改变，对古早到现在，永远真理拢无改变，福音的真理无改变。上帝拯救无改变，就是透过耶稣基督带来拯救。所以保罗先生伊所传的福音，甲你今仔日双年教会讲台顶面所听到是完全相同，无任何改变。咱就是透过耶稣来得到拯救。第二项有普遍性，耶稣基督所带来的真理，毋是讲啊只有美国人会当接受。啊，咱台湾人袂当无适合，毋是安尼。真理是互所有的人的，毋是讲你爱真理是颂扬人的真理，啊好野人就无法度得到真理，毋是安尼。嘛毋是讲真理是属于好野人的，颂扬人无法度得到，毋是安尼。咱所讲的生命的真理，甲学问嘛无关系。无论你读到什么款的程度，拢会当因为信耶稣来得到拯救。所以这有普遍性，上帝无爱一人沉沦，爱万人拢得救。只要相信耶稣基督，咱就有机会得到拯救。第三项，耶稣讲，若毋是借着我，无人会当到爸遐去。意思是讲，伊是唯一的道路，伊有绝对性，伊是唯一的拯救的道路。所以耶稣所表达的，拄好甲真理的特性完全相共。咱所信仰的，就是这种真理。所以耶稣伊宣告讲，我是真理。这是耶稣所讲的这个话，为咱这条活路所讲的第二个真重要的信息。
第三项，耶稣讲：我就是活命，我就是活命。耶稣讲，军队伊的路是一条会当得到丰盛、甲永远活命的道路。咱分做两个部分来讲。第一项就是，耶稣说讲，我来的目的是要互因得到活命，而且是丰丰富富的活命。也就是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拢会当领受这款的祝福，丰盛的生命。丰盛的生命，毋是指物质上的丰富。是因为咱的心灵，因为平安来享有的满足。咱每一个人的人生有无同款的经历，有时阵咱会真顺利，有时阵咱嘛会拄着困难。但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有一种快乐，有一种平安，会当将咱生命中间的每一件代志，无论是好事歹事，拢转化做对家己有帮助、家己有利益的代志。也就是咱会当通过咱生命所拄到的每一件代志，来丰富咱的生命，让咱的生命充满了色彩。这是真大真大的祝福。但是更较大的祝福是第二项，就是咱会当得到永远的活命。咱有一个愿望，就是永远活命的愿望。因为自古到今，死亡是人类上界公平的遭遇，任何人拢无法度避免。无论你什么款的状况，你的社会地位安怎，你读偌济册，还是讲无读册，你是老百姓，平凡的老百姓，还是讲你有真好的社会经济地位，咱拢爱面对死亡。任何人拢会遭遇到这件代志。但死亡既然是一个每一个人拢需要面对的事实，人对死亡了后的情景、了后的状况，佫无法度真正了解，所以大家拢毋知，所以大家来要看卖。所以有真侪历史上的真侪哲学家、真侪宗教家，拢对死亡提出因的看法。古早希腊有一个哲学家叫做伊比鸠鲁。伊讲死亡是啥？讲当咱存在的时阵，死亡无存在；当死亡存在的时阵，咱无存在。吼，听起来敢亲像一句废话啊！吼，讲当咱存在的时阵，死亡无存在；当死亡存在的时阵，咱无存在。吼，但是吼，其实伊咧表达一件代志啊，死亡就是一切的结束啊。人死亡了，肉体死亡了，就一切拢结束啊，就无去啊。儒家讲，儒家毋敢讲，儒家讲未知生，焉知死？吼，咱死的代志咱毋捌，所以咱莫去讨论死了后的代志。不敢讲死是轮回中间的一个过程。每一个宗教家也是讲哲学家，因讲的确实有小可道理，但是无一个人死去了佫转来，但咱讲死亡是啥物款的代志？只有耶稣。耶稣是对死人中佫活的，伊的佫活带予咱一个极大的愿望，因为伊捌死过，也对死人中佫活，所以伊证明已经超越过死亡的限制。死亡毋是亲像伊比鸠鲁讲的，一切拢结束，死亡是另外一个开始。咱每一个人拢有一种福分，就是伫咱肉体腐化死亡了后，咱会当享受永远活的快乐。所以，亲像保罗先生所讲的见证，讲恁甲基督结连，也得到丰盛的生命。伊是头伊就是元首，超越过一切灵界的执政者甲掌权者。也就是讲，耶稣超越过这世间一切势力，包含死亡的恶势力。伊接续讲。因为恁受洗礼的时，恁是甲基督做伙埋葬；恁受洗礼的时，也借着信迄个互伊佫活的上帝的作为，甲伊做伙佫活。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会通接受主耶稣基督恩典，咱会当伫众人的面前告别咱的信仰，接受洗礼，这是我尔
幸福喜乐的代志，因为咱得到一个愿望，借着信仰告别的洗礼，咱对罪恶中得到讨放，而且会通享受迄个对死人中更活的能力。也就是讲，咱因为信靠耶稣基督，互咱享受这个主互咱的应允、永远活的喜乐甲愿望。这是咱信仰上界宝贵的部分。伫今生享受丰盛的生命，伫来生咱享受永远的活命。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在座已经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我要来恭喜，因为咱已经行伫这条活路顶面。那还未接受耶稣基督的人，牧师也要勉励你，把握机会来接受这么大、这么好的一个礼物。咱已经行伫这条道路的人，咱爱有什么款的回应？是第四项牧师要甲大人讲。圣经安尼讲，先知以赛亚伫伊的册顶面记载，上帝讲：看，我要差遣我的使者，伊要做你的头前，为你开路。伫旷野有人大声喊，为主准备的道路，修直伊要行的路径。个人约翰伫旷野出现，为人洗礼，而且宣讲恁来悔改，接受洗礼，上帝就赦免恁的罪。伫遮行洗礼约翰做一件足重要的代志，因为伊真清楚迄条道路，伊的工作就是帮赞耶稣准备好道路，所以约翰伫世间宣讲悔改的洗礼，听候耶稣来了，就带来救恩的稳定。今仔日咱已经行伫这条活路顶面，也有真济咱的亲戚朋友、咱的兄弟姊妹，也毋知影这条道路，所以咱就爱借着上帝的话，用咱的嘴、用咱的声、用咱的生命、用咱的见证，亲像行洗礼约翰同款，带人来行这条细条路。这是福音的工作，是上帝交代咱的责任，也就是上帝设立教会一个真重要的责任。牧师何等期待咱双连教会，每一个已经行伫这条往永远活的道路顶面的兄弟姊妹，咱做伙来，招较侪人的来行这条路，互人领受这款大的祝福。这是咱的责任，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透过主耶稣基督所做的牺牲，阮真做有愿望的人。主啊，阮恳求你帮助阮，赏赐阮口才，赏赐阮智慧，透过阮生命的见证，引带人，甲阮做伙来行活路。求主帮助阮，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蔡牧师所传讲的信息，嘛求上帝帮助咱，照安尼来行。这时，咱要做伙来吟圣诗307首悲，圣诗307首悲，求主带我甲你同行，请起立吟全首。
请坐。这时，请咱备办心来奉献。若是第一摆来到伫双连教会，伊也未填写留名卡的来宾，请填写了后，交互咱的执事伫聚会的落尾牧师会来介绍欢迎你。这时请奉献。这时，请咱起立做伙来做奉献的祈祷。天父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所赏赐予阮丰盛的恩典，互阮会当每一天伫你的恩典的平安来生活。阿爸爸上帝，阮所奉献的金钱，求主你来感纳，嘛互阮每一天的生活会当有行出奉献的生活，会当拢伫你的心意内底来行。阮只是来安尼来祈祷，拢从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坐。这时，请容阮我来报告，请掀开咱的周报第4页。
小会公告，本教会已经分别伫10月24日第2摆临时会员好会，甲10月31日第3摆临时好会中选出20位新任的长老，甲24位新任的执事，任期是为2022年1月7日到2025年12月30日。当选的名单公告伫教会周报甲10楼的走廊。集体关怀，恭喜本会会友罗文婷，嘛是陈有明甲罗桂芳翁仔某的后生，甲张瑞璇翁仔某，伫11月初5得到千金，愿上帝眷顾新生儿甲全家。吴部长特别的讲座，主题是解密风暴甲转型正义，是长老教会伫监控的档案甲因应之道。日期是伫12月10日拜六上午10点，地点伫教会7楼下礼拜堂。讲员是黄浩生教授，是台大社会系的教授；甲陈兰洲牧师是玉山神学院退休的教授；甲郑永文牧师是台湾神学院的教授。请大家做伙来报名。报名会当来教会来报名，若是要邀请朋友，会当打电话来教会报名。另外，咱阁有一场吴部长特别的讲座，主题是为公道议题来探讨台湾的国际关系。日期是12月初9拜4下暗7点到9点，地点伫教会10楼下礼拜堂。讲员是赖清德副总统。报名嘛是甲咱的教会的干事来报名，嘛欢迎邀请咱的亲朋好友做伙来关心。双联安养中心甲双联市长关怀基金会的事工，双联安养中心甲伫双联市长关怀基金会参加台新慈善基金会的款目专案，会当来投票。活动是为即马到11月30来截止，请兄弟做伙来参加，做伙来参与，会当嘛做伙来帮咱来宣传来投票。伫双联咱伫10楼的走廊会当有扫描的海报 QR code 吼，咱做伙来投票来关心。两个单位拢爱投票吼。这时请牧师来欢迎来宾。兄弟姐妹，大家平安。牧师首先来介绍第一遍来甲咱做伙敬拜的兄弟，这有几位，第一位是陈玉碧女士，伫遮哈，欢迎。是聪明兄的阿哥啦吼。另外第2位是赖信宏先生，伫遮后壁遮哈，欢迎。另外一个是对乡村来的这李广芬夫妇，应该是坐伫外面吼。其他到第一遍来甲咱做伙礼拜的兄弟，无介绍着。请这个贵宾等下会当去甲咱的贵宾室吼，互咱的招待人员做进一步的招待甲介绍。另外牧师也要补充报告，就是咱本会会友宜德的老母伫昨别逝所以请咱特别为着遗族来代祷这时阵咱同心来祈祷。神的主，阮伫人生的过程中间，只有我靠你才能得到帮助。阮也确信，主你所带来快乐，会当互阮超越过阮人生所拄着的困境。阮特别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祝福在座所有兄弟姊妹。阮得到主的保守看顾，
身体健康，灵魂精英。阮心中若有郁卒艰苦，求主你亲自安慰；阮身体若有病痛，求主你亲自医治；阮若拄着亲人失丧的，求主你扶持保守，互阮看见主你所赏赐互阮的愿望。阮上时也要将阮的教会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帮赞教会所有的同工，互阮会当看清楚你的心意，所推动的事工会通满足你的心意。阮特别也要将阮的国家台湾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赐福。特别是伫年底，阮有透过公民投票来决定真重要的4件代志。求主你亲自赏赐阮智慧，互阮会当做正确的选择，互阮会当真正去做你所合你心意的国家。也求你兴起台湾的正教会，互阮正教会会当同心合一来幸福福音。求主帮赞，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伊是咱要来唱来吟祝福诗513首，愿主赐福保护你。诗歌了，咱要请牧师来祝祷，然后别岛谢阮恭受差遣，请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扶持相通，常常甲恁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默祷谢阮恭受差遣。